你买去，咱不得买来蒙个人啊，种拖去，赶出，这一出了，当中量不得是遐个。所以这个巴蒂摩卡高惊这个人，你看，真贵这个人攞到要入这个西马，有系救命的所在。我人啊未入，我人就咧签火头先，签火了，把你才行入去。其实我人无做半项唔对，特别有当时我人做这悠的界本袂使，特别10分的完全把你才念这巴蒂摩卡。所以阿苏家王的点声7年无人念，因为隆重的会场，咁了这里乜干乱做。安尼阿苏家王才讲予伊这个将军听，叫做会场念这巴蒂摩卡，那是无念，互我知。了一将军一 general 安尼做去叫这会场念，了会场买念一日都睇了会场。所以阿苏家王就听就请听，我都无叫伊睇啊。安尼你直直睇钱一借，特别去安怎来到甲一个，伊要夜到要倒落去看。阿苏家王的小弟，哎呀，王的小弟，我来开落去，我唔是惨。那认着伊名，伊是地煞，就认着伊呢，伊放一格咧就走了这阿苏家。and 伊人向边叫伊人我人马哈桑噶出来这个名了，马哈了，这个正好像一千个，伊叫希那桑卡来了，马哈是大，and 伊人19,000人，希那伊人是1,000人，所以头完整。未使叫原证 ，origin 原因啊，原因是对，唔是讲一家嘅事，是讲伊人小吨，我人大吨，有听无 ？Big group， 这个一吨嘅啊，就赶出无承认伊人做会场19,000个，而且19,000个拢总去伫那兰达。去开大会，安尼人叫伊人马哈桑加了，所以伫遐边出来拿三了。特别这马哈桑加啊，伊个毋是讲上加讲食菜甲食肉啊，袂个无这个事个。要未来啊，他人我要讲这个第尾站，我要袂讲的是，我要讲互你听，忽略话毋捌错，有一日。这个你在马哈巴加巴蒂你在无？伊马伊忽诶灵波，忽诶马生是达到太久会记无？生了过了7日也马死对无？了也马死了就高伊啊，伊灵波巴加巴蒂，佢在是小妹，伊马係小妹，昂教嘅內姊妹就是誒。咱老姊妹本是生囝，咱这个生了是达到太久的是做阿姊，生了7日一死，去都90天，对无？去啊90天，咱这个伊灵母的高耶，是达到太久高甲300尾来伊成佛了的时啊，这个八加八地就上。渐来出事无用，这土家佛互我人做离歌，他那离歌的问题起来了，互我人做离歌，我人查某500几个要做离歌，佛无因，佛无照顾，伊个土个一道佛无因，第3道伊土佛无因了佛就去。去这个你查维是一个国，咁样一大，这个查某500安怎做？家己剃头毛，家己穿黄衫，行路百几支手，咁了是昂鸟个咯，有小只个咯，行去，咱去讨到佛，一大啲一个巴的暗，咱去讨到佛唔好了出来时看到阿兰尊者，了阿兰尊者讲：哎呀，安怎你行
安怎人拢总吞吃卡本正，做小姐袂行路，行到百几支手，拢看了。了一个八只八弟讲，我人啊想要来做离歌无谈，那无谈了，就阿难达就安怎讲，好，我来去讨互人看。所以阿难达的路无像，阿难达的路讲，佛世尊，我问几条问题，我无明白，会使袂？无达讲，恁问佛世尊，若是查某出家会限时过罗汉袂？无达讲当然是你灵母一个路个安尼，今日路安尼大了，伊个功劳是真正重，真济。伊人伫土要出家，无互伊人做，所以不大讲阿莫话讲讲了，所以想个正啊。伊讲好，八只八弟，伊讲阿难达。八只八弟的人，即阵的人，若是会接受八项，伊人准时离过了，因为啥物事？伊人剃头毛了，伊人穿只黄的布了，加洗了。特别即个八项是安尼，若是一个离过，伊是做离过100年了，今日来拄着一个回向，目睭今日才落毛，目睭受大戒，still一个查某。100年的查某会离过，就要礼貌要跪落一个回向。真正这项我买讲上这啊，但讲上又拖落这样久了。所以这个8项是呢，了当了一个查某要来做离过，伊就要和这个落毛的，就要有一个查甫回向，甲一个查某离过。大男子这边这两个马路才有关堂落毛一个查某，第2项，第3项，伊人若是讲咧，这查某逐月日要收这巴蒂摩卡，伊就要来问这回向，虾米日子收？安尼古时间了无这6日，伊人看门看月。第4项，伊人入这高沙，写了落雨天的界，就要。查某袂使大，家己伫一个所在，另外伫受一个高山的界、落雨天的界，袂使，伊就要大伫一个暗，有了回向才会使。因为你看8日尾来，若是查某家己大，是会乱。所以有了这8项，了尾来这8日8日，伊讲好，我人接受。接受了这个500个查某变做是算做离过了，就算做离过了，佢自己也不得讲话，难得这句话，一直就不得讲的话，阿难达，虾米事头我买互查某入来做离过，因为啊，这个前期的佛经，我看会打汉1000年，我离开。入团了，一个表达嘛，前期的法会当1000年，他那查某入来了，未当1000年，剩一半500年。所以你这边啊，虾米事啊？搞到500年佛起入团了后。有了一个马明佛萨来了，阿斯瓦戈萨来了，伊来出世了，伊来出世啊，伊就来一大段的经，讲一个就是叫做北传的经，这北传的经，伊讲伊是大啲海陵王压起来的，所以我人咧头一个。桑卡亚那头些大会，第2个大会，第3个大会，捌有一个北传叫做即经真啊济啦，一等哎呀莫一等人经，罗德苏达啦，哈密苏达，嗰啲拢种无捌路只有，and then 你再无
未來這個馬明菩薩來了，未來要做，就 introduce 就出咗這個叫做北傳嘅經，然後過來過一個叫做靈鷲菩薩，靈鷲菩薩，那個Nagarjuna 要一直直來 ，and then 伊發明這個空嘅經所以這個內人直直來，直直做這個北傳嘅經，攏總咁樣是對啲向邊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攏總來啲向邊，然後伊人去吹着這個經華嚴經。華嚴經伊講到啲這個Naga world，到啲海龍王河一起來，佛無講這個經啲這邊世間，特別這個無要緊，伊人講伊去大陸提起來，咱咪拍插，特別伊人講這個叫做華嚴經就是講海龍王河一起來提起來，要自己去提來。海龍王河就和這個靈鷲菩薩啦，這Nagarjuna 人叫靈鷲菩薩。and then 無要緊嘅喎，你講安尼無要緊，特別過了700幾年800年有經來，這個經來是啥物這個經來就是tantric密宗嘅經來，密宗嘅經來，然後你講自己貼出來，伊講本是靈鷲菩薩，所以我來想看，然後你能夠想呢靈鷲菩薩用伊介紹這個叫做華嚴經嘅，本是上了菩薩，伊看來個出來這個叫做密宗嘅經。咁你人若是袂，安尼等你來找我互你當人名，我睇下買看了真係亂，我就當人話你袂曉嘅。所以咱來想看。700幾年，一個人到落有大啲世間700幾年。頭人講上人，伊講是上點聲。特別這個大啲近嚟的，我這本冊嘅了，攏總是歷史。伊人阿媽人伊要接受啥物物件，伊人要查呀。所以人去查着這個靈鷲菩薩嘅經開得出來，伊manuscript 就是故事各家寫出來，你人看到 difference of 700幾年800年，伊講大陸係相似嘅人，所以這邊伊人講相嘅人，這我是講給人聽這個咯。伊這個是 Toronto University Research。Toronto 是 Canada 嘅，伊人 research 看 still later 700 to 800 years， 有一個本是靈鷲菩薩 as same 像這個 ，and 伊這邊就講，我讀給人聽看這個冊嗰是大乘嘅冊，所以我讀給人聽大乘安怎講啊。After the Lord's passing away, history again records that 450 years passed before Bhadante Asvagosa 馬明菩薩，伊講經嘅是多本嚟潮revealed and established the Mahayana， 伊發明這個 Mahayana。Still later, when the Mahayana was flourishing,
Nagarjuna obtained from the Iron Pagoda in South India. ที่ญี่ปุ่นอีกก็อีกสิที่คุยกันจะเลยจะที่เอทา and then อีกขวาจะเห็นเป็นอีก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ที่出来จะที่出来สิ叫做密宗嘅เก่ง密宗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อุบิจงว่าจะเป็นกงเลย聽แต่ดีลูกขวาอีที่ญี่ปุ่นลูกขวาอีหลังจะเลยอีหลังช่วยเจ้าจะ manuscript นะ Toronto University ช่วยเจ้าthen look what Tibet ilang and Japan Tibetan says that the heavens open and the Vajrayana script boom kalau lo lai chỉ tiếng kalau lo lai so chỉ lo công sự thôi cho đi thả có chỉ lo uy khát cha công sự hay ông họ thay là có chỉ lo uy này công tiếng kalau lo lai tapi chỉ tiếng kalau lo lai là biết chọn lang công tapi lan chế bệnh ở trên Trung Quốc ở Phúc Cao, công sự có cái Iron Pagoda, South India, ngược lại, nó khắp cha có chỉ lấy công sự có cái chỉ lấy có cái chỉ lấy now we went to the palace of the dragon, ít khi hai linh ông, ít khi thì hai linh ông, and then hai linh ông họ ít chỉ lấy咩? 华严经 a canon which is called exotic and 这个华严经一讲啊 bit 的经 exoteric 未使互人知 and 这本大乘個講話叫我 sorry 我講大乘啊那麼不準伊講啊佢講一條經嘅事啊屈其啲海靈王講一條經嘅事沙利菩薩對佢and then Buddha 叫沙利菩薩路人走，這個經上深路人唔常聽。然後沙利菩薩問講：安怎樣好經你咪互我人聽？講路人無地位。所以這個你看這個物件，伊講嘅話就是未 humility，就講啊，這個我人就好款嘅回笑，叫做北南傳嘅。無這個地位通聽這個華嚴經，所以我知啊，各自行聽我哋講阿伯，這個南無人叫你啊，南無人叫你啊，咩嚟？日本啊，這個聽我講我聽是對地道路來。無了這個路德蘇扎是妙法蓮蓮花經啊，後面我未有講啊，我就路德蘇扎啦。前邊有講啊，最那是念了這個經啊，伊結尾會成佛啦。伊這邊有講啦，特別你知無這個經啊，看下伊人做 research 啊。完整話你只有21個chapter 22個chapter，結果啊去看一個聖經嗰啲啊，就變咗就56個 extra chapters，所以這個就是啊，伊人嘅 proof 講就是人直直聽啦。我就是講我唔是破壞人，我是教 history 講，這個是 history 嘅了來。and 這個人寫啊，伊是 professor。T.W. Rice Davis and got 他們每個寫都在寫1800幾年嘅事，1896年嘅事。所以這邊你看，伊講這咩這蓮花經啊，講蓮花經啊，妙法蓮花經啊，我不要叫啦。伊講真正係念一睇。冇來就冇成佛，頭這個是21啊，是22個 chapter，冇來一個56個 extra chapters added to it， and 這個觀音 comes in as a later addition。jadi 這個經啊 ，originally 冇講about 觀音嘅事，結冇來讓聽落地上邊。這我是講啦，我唔是話你啦，我是照歷史講嘅啦。你也唔同講啊！即係你人愛聽買聽唔要緊。
梁书佛萨那个灵修佛萨呢？那个真的 according to the Port University Toronto says 啊，我第三边啊，嗰一行啊，一个讲什么？小姐唔通讲，一般行未使讲啊，系讲了老人跑啊，啊，嗰一行人。到底这个 Lotus Sutra 干嘛了没有 ？Lotus Sutra 啊，妙法莲花经啊，上边有讲啊 ，Only one vehicle, Buddha vehicle。那 Dragon Girl 啊，伊这个海灵王的查某的，要教萨利布达讲话 ，and then 萨利布达就在萨利弗啦。She offered them 伊讲萨利弗有捌问伊看查某会成佛未？特别对我人的达拉瓦达布达有讲啊，真正明阿难达，我人成佛的人我人 guarantee 我讲 A 就是 A， 我讲 B 就是 B， 按这条经伊讲啊。安怎有一个查某未成佛，无一个查某做佛？第二项，拢总逐个天公是大波啊，这大波佛唔捌是查某的佛，天公唔捌是一个查某的天公。这个 Universal Monarch 叫啥物叫转法轮神王。唔捌讲有查某做全罗法轮神王，达归是大波，and Mara 魔王本是大波，所以这个甲了我人会经真正明，特别这边这个这莲花经伊讲啥物啊？伊讲一个灵王的查某，伊讲个啥都不大听，查某的生活，你看我安怎生活？那一贴一两个猪好不大，这好不大呢，又有了这功德 ，immediately accepted， she turned into a male and attained Buddhahood。这安那一好了佛，佛来讲你看我会成佛，噗一变咗大波，就变咗大波呢，一成佛了。所以讲查甫本来真正咩都看 very fast。如果看咩个我睇这个。这个猪啊，这灵的猪，好这布达，我生活看咩个我这个好这个布达这粒猪。See, I can attain Buddhahood even faster than that。你讲看我生活，我看咩个这个，都对这边咱来想看，佛的话唔捌错，所以讲了查某来成佛。特别这边有人讲，伊都变咗大波。特别there are two meanings 嘅，变咗查某，甲来出世做查某无相。变咗查某，睇下我若是有心动啦，我变咗查某，特别正式我是查甫。So it is called born as a female is different from transform into a female。所以教育讲啊，就是讲啊，让查某会成佛，所以伫这边真正这项对嘅。按到底这个卢特苏塔，伊都上边就讲了，人人则去成阿拉汉。按哈密说啊，伊个讲过一条经啊，这条经伊是讲了咩 ？Skillful means， 伊叫做 magic 道 ，magic 道係咩啊？伊讲啊，武大到底做这个罗汉的地位是啥只戆人？就看这个就说有时，伊讲啥物啊？伊讲伊若是无用安尼路啊，人坐了无爱去到尾，咱伊好一个批评，伊讲啊，我知道就是啥讲啊。Arhat were created by the Buddha to trap them, not to give up, not the end of samsara。成了四個羅漢，嗰是阿未講脫離是靠海個，阿未脫離。
但是不达到底好做这个这阿拉汉的路，是要像你爱人唔通害人走。伊讲上个啥物啊？会修除，到底这边莲花经有写，会修除了啊。你若是话，然后会修除啊，大人乱讲乱走，这消失本下，所以不达到底。城的人啊，你看这个物件，我 special 啊物件，拢总走出来。所以讲呀，正这个阿拉哈的路、西古罗汉的路、圣罗汉的路，是无结尾，是一个半路呢。不达到底做这个半路，好，你想城才较戆人到个这个地位，到这地位了，伊个就要入大乘，入大乘了，个阿未个就要入密藏啊，这个密藏。特别密藏我不要紧，特别密藏安怎样？安怎个不要紧啊？因为讲啊，密藏的人讲种伊经个了是秘密的经，秘密的经是真正垃圾的经，未来伊人做。查甫来暗修戒，修戒了，查甫会使去查甫的房间。这边伊人叫 exotic， 伊叫瓦吉，伊人叫啥物 love 啥物瓦吉拉 love 啥物，真正济，你要看小影本有，但是我买通啊看 ，anytime 有人点来，我好你看。这个个唔是我人写，这个是拢总是。伊人这个北传的写，所以拢总看，我1970几年的时，我未出家的时，我差不多要出家了，然后我带我查某人去英国去看这个 museum 定係話叫國東京啊 ，and 佢哋 British Museum 啊是全世界會使講第一大嘅 museum。真正大，所以我咧看到佛教，我行入去。了我袂使叫 Mr. 我 XY 一看，不是说一本行去，特别一行，我行正手，伊要行倒手，伊要去看，特别店你看着特别店不知什么行去，行去无就本来走出来，咦，我看到安尼物件，一个布达坐安尼，一个查某头光光坐在布达里嘛。这个是 exotic， 这个叫做垃圾。我想你人唔知，有知唔知啊？这本册啊，这里根本个了是讲安尼故事个了。有一条故事我讲你听，一个查某要去暗，人行伫街路，了一个回乡看到伊讲，我爱行房甲路头啦。查某死鬼走，查某走了伊去到暗伊到伊别个回乡，别个回乡讲，哎呀，你戆鬼，你安怎会走个噶？啥物事啊？安怎你讲我戆鬼？迄个点啥啊？迄个人有一个灵魂，伊要去出世做狗。了，这个回乡看到安尼，伊到底要救咧人，所以若是女人老人行房，伊身份无落做狗做人做类囝，就安尼款的故事有这个物件，你阿个不得未做，伊人会做。我听了我讲了听，这是我讲人听上人预防。人想为好啊，去做，把日太能乱之查，我再讲有一个所在。好啊，未来啊，这查某跳江死，因为虾米事？伊人做了这个见销事，这个讲啊，你大波去了房间，唔是你大波爱，伊古鲁爱，and then 你若是无好，是你无保持，你就好。and 第一关的保持是安尼，这切，安尼冇乜你来听。我会使接你人，特别我袂使夜边接你看，我夜边咧种袂，所以我调题爱讲互人听，就几项物件，你人去入只无影无食，把这你人去乱做，垃圾的物件，无得无教安尼款的物件，特别听下人讲有了安尼物件
America 真正興，係咪？他們說啦，美國人真正 suka 拜燒戒了，伊人叫 sex orgies 啊 ，sex orgies 係咩啊？出仔都驚啊，你會帶到隻查甫都驚啊，一查甫本嚟驚帶到隻查甫，安尼啊，燒戒啊咩戒 ？And 伊個才個寫咩？In the breaking of the precept is the holding of the precept， 我都未有聽。人聽話 ，in the breaking is the keeping。是遐莫話較深嘅，我莫話我較戇嘅人，所以啲這邊人看，我睇下教轉位置10點啦，我人8點鐘互你人問話，好無？我馬仔咱個有人通講別行啊，馬叫我只去較清啊，好啦嚇，今日就我去歷史淡薄講個這個查某菩薩，我講聽自己我去啲巴位，我啲謝仙，點冇點3個人入來，2個是回聲，了一個是在家人，佢在家人看到我大啲巴啲謝仙，所以這個2個來一條啲出來，到底2個是新加坡嘅人來，新加坡嘅 ，and then 來就來一個借景，一個就跪佢哋2個啦，實在2個是一個查某，一個查甫，了你查某就借景，了你查甫就行來跪咧查某拜合頭一下會使袂？出家人，伊人做安尼咯，真正健康咯，了。伊 expect 我跪啊，我較無跪哦。我看感覺我講嘅經啊，冇得講啊，袂使跪吼。這查甫跪，這查甫跪，這查甫咧，這查某看我無跪，因為我你來做蝦米這邊？我講我修行，你目的是蝦米？我講要跳出苦海，莫來出事。因為我安怎你莫做成個我人菩薩。修菩薩救人濟濟，你安尼來修行，你是講你家己一人。所以我甲伊講咩 ，sister， 你唔是菩薩，我敢 guarantee 你唔是菩薩。你看因為伊講啱我咋，你有心動啊咩？你看到我唔是菩薩咩？伊บอกว่า就我講 sister。我無心動力，但係我知你，我唔知。我講佛經內面有講，哪種嘅菩薩叫做查甫？你人查甫若是要係菩薩，我人這個叫我人嘅這個叫做南傳。你聽我菩薩嘅經，我有講啲佛教社，把你藏起只要每日攞地人接來聽啊。這個南傳嘅安怎修做菩薩？安怎我甲伊講啊，你若是真正是查甫，我唔敢講這句話。但係我看你是查甫，我敢guarantee你唔是菩薩。你安怎用啊？我就無識法。其實我唔是查甫，唔是查甫，我出家了，我無查甫，無查甫。所以我甲伊講 sister。你查甫我唔知，但係上時我看到目前是你上古定嘅咧是查甫，你上面查甫，你上古嘅咧本是查甫。講我人無 sex， 我知無 sex， 但係查甫嘅上古是查甫嘅上古菩薩。咁呢個佢上古嘢就講有咱嘅冊本有講，兩種菩薩是查甫。這個查甫嘅。所以這邊你看，這邊無像，但係這個物件你人做在家人莫去分開啊！是在講，若是這個人解，伊叫你刮貪，刮你性地，刮你妄想，你看咩對？是安尼啦。
菩萨伊啊，若是讲咱若是要听这个要讲，基本是差不多2点钟也无菩萨，所以我有两地，把你只了呢，长你只了呢，你听话，伊先下个菩萨愿的点声，有行动力。这里好自己应该是听经，伊谈死过罗汉，特别伊啲咩讲，伊买这个，伊要来做菩萨，要来救众生。人伊啲做菩萨的点声，有时有行动力，有时无行动力，有时伊出事做禽兽，有时伊出事啲地狱落地狱运恶。伊人叫伊做这菩萨的时候，啲训练这菩萨愿啊，伊用 trial and error， 啊无话讲是 trial and error。直直做唔着，我直直做到尾来得着，尾来完全。伊即个就是伊人教伊人讲是安尼。actually 观世音菩萨是 actually 人讲是大波，伊即部册本讲是大波，但比伊安尼啊，伊即个伊行。最自卑第一大，最自卑第一大了。查某本来我较有自卑，了伊逐个查某较爱挖伊，所以就去做伊查某生出来。特别这边我讲了听一项物件，有一日就是今仔university的囡仔去找我，伊要去甲我烧暗物件，伊人就去来暗暝11点伊来。11点来呢度是，咱一顿4个5、6个是甲了是大学的囡仔，因为USM， 咱你来了，我真未讲，是安怎？我今日要来问个，actually 啊，佛祖嘛较自卑过，咱的释迦牟尼佛。所以我就正常讲，你若是讲安尼有虾米根据来 support 你来赞你啦 ？And you have got any proof？ 你讲有，你讲你看佛祖嘛，伊成佛了，伊买入律团，伊要救人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9个80岁，伊入律团了，伊买救人了，所以伊较无。伊较想讲较无自卑过咱的一个佛祖嘛，所以我问伊看，你在 university 做虾米读咩？我读 economics， 你若是读 economics 啊，你若是看着真正完全啊，真正完全，你读到300以后 become perfect， 你可以谈着结婚。我上加100分啦，若是99分，你会使讲完全无？讲 skill 也未够嘅完全。若是100分，完全下好。你会记无？不大讲啊！我下了菩萨愿，我到成佛的时候，我要做10个菠萝蜜，头一个波斯，第二个戒，第三个要下一个 renounce the world， 渐渐出家。第4地位，第5是骨力心，为你啊正清心。第6也是忍辱吞忍，第7是伊的这个心，伊唔捌骗话。第8是决定心，第9是自卑，第10是伊宽容的己，伊心啊平静的心。伊就要做这个10项301谈叫做 perfection， 无一个人会过赢伊过，但咱这10项无一个人会赢伊这个10项。所以这个10项啊，伊谈了，但咱第9项是自卑，咱们是讲100分。咱们昨天若是讲佛祖嘛较自卑过伊，佛祖嘛会分声就济。伊说苗讲，我讲无在做102分对无？因为讲若是讲102分了，你阿个有normal无？abnormal 是完全无，伊唔敢讲，我讲啦。
你相干的啦，有个人讲啊，那是查某的嘴，细细的，边边细细水对不？大人讲水，查某嘴那大大样子红对不？那我唔知啊，我是讲啊，我是好批评啊。我那个细嘴水啦，但你就是那嘴啊，龟头上细到上班上到，你扎住我个根本就讲。是吗？所以abnormal就是无水了。你行走，唔敢甲我拗。你讲你人咁样无满足满意，你人来，唔通起好啊来，就白白考虑，白白 discuss。后面到时候我自己来，你看到底这个啊。叫做什么桑瑞拉都人我叫咩？桑个有啊，可是我不要讲啊。那个新闻发生的这个Dr. Namanda， 这当然我做这个什么？我来代表Dr. Namanda， 我是叫我当然就叫来，来看，我唔通去行，真系好。你冇我赢，我冇你赢，那你吵个路，真好。你等，你人不欠用我会使讲，特别买起行。我将你讲嘅经啊，我唔有，唔是讲我要破坏南传，还是北传，你人教你，你人教白。我唔一道讲，伊人。唔对，伊人吵，伊人虾米我无。我有时批评讲，伫这边会较对嘅有得讲。你看啦，咱知讲这个叫做灵鹫菩萨700岁，这个较 abnormal。这个样符合不会。伊叫做虾米 archaeologist， 这个 D.W. Rice Davis 是 professor 来，伊囝分 professor， 伊孙分 professor， 伊新妇分 professor， 伊人 professor 咩？巴利文，伊人直接吹一下，直接拉，直接拉。OK， 认为 anything， 做认为yes， 菩萨嘅路行，这帮有路行，这北传嘅人讲啊，菩萨就是讲有嘅成佛了，了伊买去立团，了伊要大啲个救人，所以伊也讲菩萨，佢哋是北传嘅。特别我人嘅 belief 是啥物啊？菩萨是一个人，伊就要做到佛。面对面，伊跪落去了伊下只菩萨愿，我人嘅菩萨愿是无相甲伊人嘅菩萨愿，我人嘅菩萨愿是伊把日要成佛，要来救众生啊！伊要无安尼用伊安尼会看到佛要跪落去袂，伊就要有了八条件高业满了，那你伊才会使安尼样。特别你要知我人嘅菩萨安怎样，我照攞滴头甲尾话有讲得了一个，所以菩萨教伊人讲是，我人讲呢 ，is a student 一个学生，啲训练自己要成佛。咱也是唔是菩萨，咱是平常人，啲训练自己要跳出生老病死。咱唔是菩萨嘅人先啦，菩萨嘅人伊训练自己伊要成三藐三菩提，要来救众生。所以第七边是 opinion， 伊人讲是安尼，咱讲是安尼，我就互人互你开看，互你出在看，你要相信，但你就要相信。所以特别我人不到讲。要跳出苦海3条路，
这条路拢也是下这个员工把这个要成三藐三菩提or supremely enlightened Buddha。咱要成了 Buddha 了，啊，到你死了，你入涅槃无了，跳出苦海了。第二项的路，按照要跳出苦海，就是有咱佛讲经，讲经让咱听的经，让咱对什么啊？界定位，要对了高业，噗，直接咱成四个罗汉，咱们跳出苦海，按入涅槃。按这个路行的人入涅槃，本是相像，无讲佛的涅槃较悬，了这个一道地叫做沙瓦加非常成罗汉的，无相，相伊人甲了拢总入涅槃无悬无价。嗰一副款的路，按照要跳出苦海，有的人下愿，把日我要成必济佛。伊谈了佛的菩萨，佛的地位，特别伊未讲经，伊未讲经的佛是叫做必济佛。像甲一个爱教人，伊暗暝困有梦，梦了伊叫伊起，嘛在你甲伊讲，你昨暝梦着啥物？讲袂出。因为这个听经无达人会听经。有的人真正搞，佛理真正搞，你要叫伊听经，伊袂听；有的人无搞，伊会听伊经。所以啥？了教咱的这个北传的讲，个这条路呢，达人就要成佛了，才会跳出苦海。所以这边的我人的南传呢是讲三条路，按这个三条路就是三藐三菩提佛、沙瓦加、八戒加菩提，当然话三藐三菩提佛正定正觉，第二项罗汉四个罗汉，第三项必济佛，伫这边清查。伊有咩？想象，这个我见啊，对咱真正久，几百million大只，达过是对这个，按这个我对对下落来，对牛翅无明白。按怎样要破这个牛翅？是个一条路，按这个一条路，你是对了思念处。今日我讲了听我人大山，大山开福建的人呢，正十个，嗰了拢总坐善，有进步甲三拜，伊人加减会知无我。特别这个款的无我还未够一个罗汉个。到你看到，他那伊人是就讲，伊人读kindergarten咧，还未入正班个，standard one个，所以伊人他那真正济大山卡，我看甲只济善的 group 呢，几那个真正济，伊人有知无我，这个知是扣来笑的。特别这正的无我要看到的，唔使笑的，唔使笑的，噗，你家己知，你咧就是谈到一个罗汉，你看到，你看到无我啊，你未晓讲，虾米是你看，你看到虾米你讲好听，这样未讲。我虾米事我那是写出来，我用话是 concept。Nibbana is free of concept， 无观念。Nibbana 是空啊 ，Nibbana 是安尼 ，Nibbana 是安尼，拢总是 concept。真实的话未讲出，但是不到无阿咪讲，特别人写 Nibbana 切高高，讲啊。佛的讲声无分机，所以佛无系啲记录，未使食分机。
特别好讲啊，10句做1句讲啊，爱刮探亲戚，你眼虎机探，特别无破解，特别伊是恶探。第2项，你人保持，你人分目睭无金。你人看向边啲安尼乱做，你人大呀，你看到白粉线，食啦，嗱我好你啦，你去买啦，人笑啦，去买啦，伊加食，你加害伊苦。别个会想你看无，你做，你正好是不对。出家长是你的，女是你的。你要栽一头毛本下，你要栽一沙地本下，你要栽一个马肚本下，马肚未栽啦，那个马肚嘛，那会栽。栽一沙下，栽一肥地乌土的地，是安尼不得讲。所以咪讲。Yes。特别唔通一日得个少个了，你讲照看你会想教，拢总无落用，唔通目睭看。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无，按说话那个，一出家是虾米事啊？虾米是叫做出家？出了家庭，我有某。我有囝，我有女，我有股票，我有厝，我有地，拢总我掂起甲。虾米点声你来敲看我上句1笔钱阮无？安尼才是出家。我今日来出家，来甲你人摕红包，我不要大啲厝啊，我80千嘅股票。dividend 来，安尼搞了，所以唔係 give up， 真正快樂啊！上班啊，無人要拍槍啊！我帶啲大分線來做亂，唔接看我厝底，人講非常有鐳。我讲有啊，我有鐳啊，你去看啦，我虾米做你摕啦？我计我8项呢，一条马，一条加西毛边呢，一条破镜头3项，靠大4项，剃头刀5项，一个去10碗6项，一个大杯水大啲山，即水甲我水流来了，摕你水神，大杯买有厝。大杯咧就摕来啉，了尖线8项啦，袂摕啦。上个我无尖线，破时我摕啥物啊？人互我 plaster， 我摕 plaster 打落去。你人真正闲啊！你人唔敢做，我人敢做。有时我会加些破了就无通尖线，无通吹啦。摕啥物啊 plaster 打落去。包了，这个人做安尼好，三破是打 plaster 去，真正清。所以出家means離開家庭。and then 搭對食，淡馬路講，咱個保持我人食，我人就關啥物？即個我食的是人害，人無開出關類，我就要搭人的錢。那所以我人就看目睭，你看阿未食是搭你會想看目睭亮，互我的佛友來保持的功德真濟。特別你即句話講功德濟濟是安怎樣要互人功德濟濟？你食的人唔袂使亂做，你亂做伊人功德少。我食了我走去看 TV， 還是我去看報紙，還沒 program 無。了你人講者，我是老食。所以你看我人這真正嚴，看目睭，互這佛友來保持的功德濟濟，咁樣就管家己了，愛顧我最好。
人拖害人施行，阿有瓦诺苏冈巴人，阿有东会秀瓦诺，达过出世水水，苏康达过出世真正快乐，马人达过出世有力。我人就做安尼，无做啥啦。我人只无食无打，了你互我食你食，我互你敬。这里我人咧，这个经啊，无 mantra， 这个我人叫做南传无 mantra， 特别我人念嘅经是叫做 suttas， 或叫 paritas。paritas 是正好的话，像一啲比如巴个话人，特别人真正搞啊，你这个话出来的好的嘴啊，伊人摕这个物件来翻来翻去，所以就变做 mantra 是咒。所以 actually 我人无咒，特别我听讲这个人北传的有咒啊，有咒。这个咒 mostly 较济是印度教较济。有要看到个人的人本只搞咯，有的人啊，也在一啲比如伊倒头边念的，我三把你起来，啊，这个变咒啦。啊，嗰一年啊，垃圾，大马公来讲经，马在笼中门话，一行话，答应好无？啊，人就安尼较好，对了人无明白，安怎样有一个人出事，安怎样命安尼歹，安怎样命安尼好，安尼好无？还没说安怎我出事会啊多，还没说我出事安怎另外较悬个人无 proportion， 你唔买食了，你马在我答应讲，唔得讲啊，听人嘛。无微信，咁样有原因结果，last， 我入去 last one 住俾妹，那是无人妹安啲，成吓，就那是假讲，你那是即睇赌嘅人，啊是睇股嘅人，啊是睇咬嘅人，你袂使来接副教导是唔对嘅經，冇得有假。Dhamma Antarya 是讲点声久了，来爱讲我就讲我听。苦着点声做土匪本一家，土匪是拍车杀人一本家，and then 我爸诶做土海掠虎诶，家己啲孙百千只诶虎一掠，一本家个尾来成4个罗汉嘅500人。所以你袂使讲啊！我是贪食，特别若是讲我抬价人，我就要安尼下。今日是抬价人，我若是无抬，我无通食，我无惊要食虾米。And I don't think 今日我是来抬价人，是对我正事因果无好。正事因果若是好，我今日唔使抬价人，我坐点telephone单。头家今日入息就借，特别我无安尼款的命，本来是皇帝命，但是我是去食命，就去拼，就这样。所以知是因果，到你知因果，不再讲是有地位的人，安尼下啲心肝，我贪要做好，我今日抬价是抬价，我搁要保持。按这个保持求我8日，好我去出事较好的所在，唔使来做安尼贪食安尼唔对咯。所以点声无啦，点声我听一条经我都听，无得教。看下路的还没，干嘛我听你讲的，差不多安尼。看下路的汤上咸系盐上济，了你安尼做去听，安尼做。是不打不打你听我讲，一头钟的盐，
这个一个来的水，这头江盐系一个来的水，这头江盐系啲水池，张一个水池辣，这个辣，咁他哋吹打都欠用水，都要食到落水，水池的水啦，这个来未食，咸个苦，所以这边佛有讲，这个盐就是做恶，这个水是做好，掺起来了做好酒，佢哋好变恶。这个盐是恶，这个水是做好，特别好济，我哋恶分无去。特别你袂使讲一头讲盐无去，你有啊？你水池来去，直滚甲水池了，头讲盐个有，一头正去了。所以惊不大讲过了的事唔通去想，他那做好。按保时伊无讲渐渐吹回上保时阿妈。保时阿爸，保时阿伯，是只大人，但保时囝儿，拢总亲情5月，这个是保时。保时去食，保时狗猫无通食，人真的讲，这个甲了是保时。按不大讲，安那本伊讲啊，安那本是保时。